我妈妈以前是个才女，她10几岁的时候畫的畫，畫工已經相當了得。曾經有大書畫家說過，不出10年，媽媽必定成為書畫大師，甚至創作出自己的流派也不可知。可是沒想到，在她20歲的時候遇見了我爸。我不知道那個時候爸爸是什麼樣子的。總之，我媽媽愛上了他。為了他，她放下了現在的畫筆，親手做羹湯，生兒育女。這幅畫是在我5歲的時候畫的，也是他最後一幅作品。我真的沒有想到，這輩子我還有機會能再看到他。這說明你跟這幅畫還是有緣分的。它能夠回到你的手裡，也說明這一切已經結束了，美好的生活又可以重新開始。锦溪，什麼時候帶我去見見你媽媽？我還沒有見過我岳母呢。我想把這幅畫親手送給她，我想她一定會很喜歡的。我爸爸媽媽現在都在國外呢，等他們回來，我們就去見他們。好。現在不生氣了吧？謝謝你。來，吃。喝好了。奶奶，我們也沒吵架呀。記住，以後啊，無論遇到什麼事情，都要經過調查，才能下結論，懂嗎？知道了，奶奶，您趕緊吃。